刚出门的男人鼻血直流，最后不幸身亡。与此同时，刚当后妈的女人突然口吐番茄汁，倒地抽搐，很快也领了盒饭。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，让这两人陷入相对应的死亡循环当中。如今要解除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回到初次相遇的地点，互相阻止对方的死去。可随着两人循环死亡的次数增加，重置后的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变化。拉蒂亚发现超市的水果不再新鲜，开始腐烂，就连艾伦之前丢掉的戒指也没有回到原位。正当他们为回不到最初的时间线而发愁时，新的难题又产生了。去超市的纳迪亚突然看到幼年的自己，然后心脏病复发，一口气没上来又死了，再一次增加了死亡循环的次数。此时的两人已经放弃解除死亡循环的念头。艾伦主动找到前女友，告知对方自己对被绿的事已经彻底放下，并且原谅了他们。而纳蒂亚也克服了幼年母亲留下的阴影，坦然面对现实，给别人当了后妈。可他们还是在同一时间相继死去。不过这一次他们都回到了初次相遇的时间线，于是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会合，寻求彼此的互救。但不巧的是，艾伦刚出门不久，急匆匆的纳蒂亚就找上了门，两个倒霉蛋就这样的错过了。幸运的是，最后他们还是在超市会合了。可没说几句话，他们就发现了彼此的不对劲。原来两人分别遇见了不同时空的对方。纳迪亚遇到失恋醉酒闹自杀的可怜虫，艾伦却遇到生日派对上嗨疯了的放荡者。但不管怎样，能确保对方不会意外死亡，他们就算胜利了。于是纳迪亚一直跟随醉酒的对方，看他不省人事，便把他带回了自己家，就怕一不留神他想不开去自杀。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竟睡着了，醒来时对方已经不见了。想到艾伦第一次的死亡是跳楼，他马上赶到天台，可却没见到人影。但他也不好好想想，他们彼此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他自己现在还活着，那就证明还有机会。可艾伦这边就比较麻烦，放荡的纳迪亚根本不听对方的好言相劝，甚至都不让对方跟着他们，执意要带另一个男人回家过夜。直到他过马路，对方连忙抓住了他，阻止了他的死亡。突然间，纳迪亚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逐渐也理解了艾伦的好意。随后，两个时空的4个人渐渐融合到了一起。伴随着狂欢节热闹的舞会，他们最终也解除了死亡的循环。